各位香港街坊老友記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嘅頻道。平時我哋落街市去生果鋪買生果，好多人專揀嗰啲頭大賣相靚、熟得快嘅生果，以為又平又好食。其實唔講唔知，香港90%居民都已經踩入咗生果入面嘅大騙局。今日同大家講嘅呢6種市面上最常見嘅大生果，全部都係打過激素、打過膨大針、打過催熟藥水嘅問題生果。就連日日賣生果嘅生果佬私底下都坦言，自己絕對唔敢買嚟俾屋企人食，長期食落去對身體傷害非常之大。第一種就係大家最中意買嘅大水蜜桃。而家街市賣嘅水蜜桃越整越大隻，外皮紅卜卜又光鮮亮麗，睇上去香甜又多汁，擺上2日即刻熟到爛，好多街坊見到咁靚就買返屋企。其實呢啲根本唔係自然成熟嘅蜜桃。真正自然種植嘅蜜桃，個頭唔會過分巨大，色澤亦都唔會均勻到全部通紅。市面上嗰啲巨型蜜桃全部都係提早打咗膨大激素，再撒催紅藥水，夾硬將成個蜜桃催大催熟。呢類激素蜜桃賣相一流，但食落口肉質生硬，甜味全部係藥水調出嚟，根本冇自然嘅桃香味。老人家同細路仔食多咗，好容易出現腸胃唔舒服、肚脹、消化不良。大家記住，表皮特別通紅，個頭好大，拎起身輕飄飄唔紮實嘅蜜桃，千祈唔好亂買。第二樣係香港人日日都必買嘅巨型提子，無論青提定紅提都一樣。而家市面上啲提子一串串飽滿又大隻，每一粒都長得一模一樣，入口甜到槍喉，幾乎食唔到半點酸味。內行人才清楚，天然成熟嘅提子一定會帶有淡淡嘅果酸味，唔會甜到咁死板。市面大批平價提子全程都係注射增甜激素同拉長果粒嘅藥水，縮短生長週期，提早上市。為咗高利潤，好多批發商同生果佬一早就知道呢批提子藥性偏重，自己唔會食，亦唔會俾屋企人食。長期食呢啲激素提子，好容易打亂人體新陳代謝，細路仔食得多更加會影響正常身體發育。大家買提子遇到啲甜得過分利口，放幾日都唔會縮水變皺嘅，一定唔好買。第3樣係早市周圍可見嘅早熟黃金梨。好多街坊見到未到時候就金黃圓潤嘅大黃梨，覺得新鮮抵買，大家都中意揀。實質正常嘅雪梨同大黃梨都有固定成熟季節，提前大批量上市嘅大梨，100%靠激素打針催熟成型。打藥之後嘅大黃梨個頭快速變大，外皮快速變黃提亮，睇上去十分吸引。切開就會發現入面啲果肉空心又鬆散，汁水稀少，食落好淡冇乜梨味，完全失去雪梨潤肺功效。仲有不良商家為咗令生果表皮發光而打蠟，雙重有害物質疊加，食多咗百害而無一利。分辨好簡單，唔係冬季出產嘅季節，表皮太過光滑，切開果身又空虛嘅，盡量唔好買。第4樣係男女老少都喜歡嘅鮮紅大草莓。無論街邊定超市，盒裝大草莓個個顏色鮮紅，冇一絲青綠，形狀整齊一樣，色澤十足，深受喜愛。但資深老果農講出真相，天然野生自然成熟嘅草莓，大小唔一樣，冇可能整整齊齊，顏色深淺不一，果蒂位置一定帶有少少青綠色。市面上整整齊齊，賣相特別靚嘅大草莓，全部都係施咗膨大劑、催紅劑，仲有唔少製劑將激素針打入草莓果肉入面夾硬成型。呢類草莓大多數空心，外面甜入面淡，農藥同激素殘留極高。女性同小朋友盡量唔好食，好多生果檔老闆自己都從來唔會購買，呢個秘密好多人都仲未知。第5樣係市面上熱銷嘅巨型黃金大芒果。而家好多芒果個頭大到好誇張，一隻足足全家人都食唔晒，外表金黃有光澤，摸落軟糯熟透，好多街坊覺得香甜好食。其實天然自然生長嘅大芒果數量極少，成熟週期漫長。市面上快速上市嘅巨型熟芒果，
全部都靠激素催熟。呢類芒果果肉容易發酸，濕氣偏重，喺香港潮濕天氣底下，食多咗容易引發皮膚濕疹、身體濕氣重嘅各種小毛病。第六樣係最多人踩坑嘅金黃熟透香蕉，亦係激素生長果入面最重嘅災區。絕大多數街坊買香蕉專揀通體金黃，冇任何黑點嘅，認為呢種先係最新鮮最熟。其實呢個做法大錯特錯。市面上有90%金黃香蕉，全部都係仲係青綠色嗰陣就採摘落嚟，連夜噴灑強效催熟劑激素，一夜之間由青變黃，完全冇經過自然風乾成熟。呢種激素香蕉食落好容易引起便秘、肚脹，藥性殘留係6種生果入面最重嘅，9%香港街坊都入過坑中過招。講到呢度，唔係叫大家以後唔好食生果。生果本身營養豐富，對身體非常有益，只係教大家認清市面上嘅騙局，學識分辨，避開激素同打針嘅問題生果。入行10幾年嘅資深生果老師底下都講過，上面6種促成大生果，生意利潤最高，但內在隱患最大。佢哋做呢行清清楚楚，對外做生意售賣，自己屋企日常飲食絕對唔會掂呢一類激素打針生果。大家以後買生果一定要記住3大原則：優先選購時令當造嘅生果，揀返啲大細唔一樣、外表自然樸實嘅鮮果，千祈唔好一味貪大貪靚貪平。今日同大家揭露嘅6種香港最容易入坑嘅激素打針大生果騙局，已經全部講得清清楚楚。覺得呢條片對你有用，麻煩順手點個讚收藏，多多轉發俾身邊嘅親戚朋友，左鄰右里，一齊認清呢啲生果陷阱，遠離有害激素生果，守住全家人嘅飲食平安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